你仲猶豫緊加入20蚊嘅會員嗎？嗰個可以睇到 Juicy 每日嘅 trade、中英新聞、投行評級、Reddit 資訊嘅20蚊計劃嗎？你有諗過將計劃提升去下一個檔次嗎？而家你有機會啦！全新推出嘅服務 Juicy Packs 係你嘅至尊之選。Juicy Packs 服務完全覆蓋20蚊嘅 plan， 唯一就係價錢由20蚊提升到5000大元，東至香港同中國嘅資訊，西至美國同英國嘅資訊，為你喺致富之路保駕護航。合作夥伴包括 Juicy Trading 多執權旗股嘅專業團隊，為你全方位服務，24小時隨傳隨到，堅守財富第一線。多個資訊版面任你選擇，時刻把握財富機遇，搶佔無限先機，全程數字化管理，帶你體驗開掛人生。一次入會，一生受益。握手 Juicy Packs， 為你沉悶嘅人生加冕。而家就立即入會 Juicy Packs， 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你仲喺度等緊咩呢？加入 Juicy Packs， 成就不凡人生。以上講述純粹惡搞主持人嘅立場，唔代表本台立場。如果你得閒俾咗錢嘅話，你絕對唔會有退錢嘅。其實20蚊 plan 堅係抵樽，平我哋每日買報紙同麵包。多謝老闆，天王一生平安。